多謝主席。主席，駕駛人士喺道路上駕駛嘅時候，需要按照法例嘅要求，隨身攜帶呢個駕駛執照，以被執法人員查閱。但係紙本實體嘅執照容易遺失同埋損耗，造成不便。隨住科技嘅發展，電子駕照可以實時查詢同埋實時展示、實時核驗，不僅便利駕駛者同埋執法人員，更加係智慧政務嘅一種體現。內地早喺2022年呢就已經全面推行電子駕照，而新加坡呢亦都喺2022年呢允許使用數位身份證作為駕照。我哋而家係正在追趕落後。政府今次修例推行電子駕照，駕駛者可以喺智能手機上通過智方便或者運輸署嘅牌證2網上電子牌照平台，登入特定嘅電子駕駛執照流動應用程式，展示電子駕照。新措施可以為大約250萬名嘅駕照持有人帶嚟更大嘅便利，尤其係長期頻繁使用實體駕照，導致呢個執照較容易損毀嘅職業車輛司機同埋呢個駕駛教師。我作為條例草案委員會嘅委員，係支持推行電子駕照，並且希望透過電子政務建設，推動政府服務數碼化，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同時，我認為喺推行方式同埋個細節上呢，我哋仍然係有以下幾個方面呢可以值得關注嘅。首先，日後電子駕照同埋實體駕照係雙軌並行，電子駕照並非取代實體駕照，駕照嘅持有人仍然會獲發實體嘅駕照，但係可按佢嘅意願選擇係咪使用呢個電子駕照。現時大部分嘅市民都配備咗有智能電話，未來對於實體駕照嘅需求將會大減。我建議當局可以讓駕照嘅持有人有一個自行決定係咪去領取呢個實體嘅駕照，以節省製作同埋寄送嘅成本，減少我哋嘅資源浪費。此外，選擇使用電子駕照嘅駕駛執照嘅人士，可以喺智能手機登入特定嘅應用程式，讀取呢個電子駕照。政府計劃投入超過1000萬元嚟去研發相關嘅應用程式。我喺委員會上曾經建議當局係咪可以參考目前電子登機證嘅模式，容許將呢個電子駕照傳入我哋嘅智能電話嘅電子錢包裏邊，可以直接開啟同埋展示，而無需特意咁開啟呢個應用程式，以更加便利市民同埋更加節省成本。事實上，要推動電子政務普及化，要令市民願意配合，並唔係開發各式各樣嘅手機應用程式，而係要真正從市民嘅角度出發，以市民嘅需求為核心，用家嘅體驗為基礎，確保我哋嘅服務係便捷高效。去年創科局曾經表示，過去5年各個決策局同埋部門開發咗一共116個流動應用程式，但係當中有38個呢就已經下架。部分嘅應用程式嘅下載量都可能只有幾百次。不同嘅應用程式嘅使用便捷性、流暢程度、資訊清晰度，其實都有好大嘅差異。以駕駛者為例，目前使用到嘅應用程式呢，就包括網上電子牌照平台嘅牌證2、繳付隧道費嘅易通行，同埋現場同埋遙距繳付泊車嘅入標2，仲有同埋以及提供路面情況資訊嘅香港出行2等。未來因應電子駕照又有新嘅應用程式，市民需要喺多個頁面之間反覆跳轉，喺操作流程上可能係混亂同埋繁瑣，會影響到使用嘅體驗。試想一下，如果我哋花咗成千萬去開發呢個電子駕照嘅應用程式，如果日後市民覺得唔方便或者體驗唔夠好嘅話，使用意欲低，咁或者係有違我哋政策嘅原意，同時亦都造成咗資源嘅浪費。當局應該按用家群體同埋服務範疇，整合服務同埋性質相近嘅應用程式，實現一 App 通行，達到一站式嘅目標。相信此舉係能夠推動政府電子服務更加便捷暢通，喺提升市民體驗嘅同時呢，又免去不必要嘅開發同埋維護成本。推行電子駕照係政府以創新思維優化公共服務，
透過創新科技為市民帶來裨益。我希望喺執行嘅過程中，當局能夠因應市民嘅需求，不斷優化各項細節，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本人謹此陳辭，支持2025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